入證面積咧係去到43個方，全屋嘅全新裝修，帶埋家私家電，真正嘅拎包入住，總價14萬8，仲可以上會，定金2萬，剩餘貸款嘅話咧，月供係去到600蚊一個月，放張台啊，買杯奶茶、咖啡，坐喺呢個位睇下呢個夜景，晚上一開燈嘅時候，簡直就係一幅山水畫。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阿全啊，好耐冇見啦。咁啊，每次我出現嘅時候咧，就一定係有筍盤出現噶啦。今日係嚟到我哋呢個惠陽淡水，咁啊，今日同大家推薦一套二手樓宇啦。咁我身後咧呢個屋苑咧，佢嘅樓盤名就嗌個中恒泛雅。咁啊，呢套房咧，佢嘅入證面積咧係去到43個方，重點全屋嘅全新裝修，帶埋家私家電，真正嘅拎包入住，總價14萬8。咁佢嘅單價咧去到3000蚊多啲啊，而且佢仲可以上會，定金2萬，剩餘貸款嘅話咧，月供係去到600蚊一個月，600蚊喎。咩概念啊？係嘛？咁啊，其實就買落嚟，如果話自己住或者係租出去，佢租金去到800蚊一個月。咁啊，睇下我哋呢邊周邊嘅環境啦。首先咧，我哋呢個屋苑樓下啦，有按摩揼骨嘅地方啦。咁啊，牙科啦，隔離屋苑隔離嘅話咧，有銀行、寫字樓。咁啊，嗰度咧有一個 KTV 啊。卡迪亞嘅 KTV 啦，咁啊落樓有時候想唱歌啊或者咩啊，咁啊隔離就係噶啦，啊價格非常之抵，咁啊便利店啦，係嘛？平時買嘢啊落樓就方便啦，咁啊對面200米度有間酒樓，咁啊平時飲茶食飯可以去翻呢度，行路過去嘅話咧3到5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啊平時頭暈身㷫嘅話咧。對面有間門診部咁啊，我哋呢個位咧講翻交通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我哋呢個位咧，其實去翻我哋惠陽高鐵站就8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達噶啦。咁屋苑樓下咧，同時亦都係有巴士直達呢個惠陽高鐵站嘅8分鐘嘅時間。咁啊，如果話去翻我哋沙田地鐵站嘅話咧，就15到18分鐘嘅車程，屋苑樓下100米度有個巴士站，咁啊，然後咧坐翻168B 就可以直達我哋呢個沙田地鐵站啦。同時我哋呢個位咧，距離呢個大潤發啊、新天鴻亦都係非常之近，800米嘅一個距離。咁然後咧，平時如果話行路過去嘅話咧，10分鐘唔到；如果話坐車嘅話咧，2-3分鐘就可以到達㗎。咁我哋屋苑樓下咧，同樣有一個中大型嘅超市。平時我哋所需嘅物品咧，幾乎可以喺樓下自給自足㗎啦，包括買餸買肉啦，平時啲生活配套啦，幾乎自給自足。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直接上去睇下。OK， 咁啊現時已經係上到呢套屋苑啦，可以睇到咧，我哋呢套房咧，佢係全屋嘅全新裝修，帶埋家私家電。拎包入住，電視啊、沙發啊、空調啊，幾乎呢啲全部都係有噶啦。咁啊，入證面積去到43個方，大單間、大套間，總價14萬8。佢嘅單價去到3000零蚊。重點呢套房可以上會，咁啊定金去到2萬，剩餘貸款600蚊一個月，月供去到。咁我哋呢套屋苑咧，佢嘅租金最低可以租到800蚊，幾乎佢嘅租金都可以抵嘅呢個月供啦，即係有眼可見嘅。咁我哋從呢個屋苑大門開始睇翻嚟啦，咁然後咧，我哋呢個入門處嗱，呢個門聲音非常之沉，係嘛？質量冇得講啦。咁然後咧，密碼指紋、碌卡3合一體啦。咁然後咧，門後邊咧就係我哋嘅衣櫃，呢啲全部都係已經做好噶啦。咁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嘅
一個衛生間。呢個衛生間咧，乾濕分離呢啲全部都係已經做好啦。嗱，馬桶全新，咁然後咧，我哋嘅洗手盆喺呢個位，平時啊刷牙洗面啊，係嘛？呢個空間真係冇得講啦。咁然後沖涼咧，乾濕分離呢啲全部已經係做好噶啦。係嘛？冷水熱水左手邊就熱水，右手邊就凍水。咁啊，瓷磚上牆，係嘛？啲瓷磚上牆全部都係全新嘅。咁然後再睇翻我哋一個客廳啦。咁嗱，可以睇到咧，我哋呢個客廳佢嘅空間都非常之舒服嘅。坐呢個位睇下電視啊，咁啊有時候上下網啊或者咩啊都非常之 OK 啊。包邊呢啲全部已經係做好啦。咁我哋呢個地板佢係木質嘅地板呢個位咁木質地板咧，可能好多朋友仔佢就唔係好中意咧。其實呢種木板咧，佢依然我覺得佢係非常之好佢保養咧，可能就一個星期拖一次地一個星期拖一次地就 OK 噶啦冬暖夏涼咁牆身咧，呢個美白色嘅一個牆身啦。咁然後咧，我哋呢個房間佢嘅採光非常之好。一打開呢個窗簾，哇！係嘛？呢個採光直頭係反光啦。咁然後咧，有時候坐喺呢個位係嘛？放張台買杯奶茶咖啡，坐喺呢個位睇下呢個夜景。晚上一開燈嘅時候，簡直就係一幅山水畫依家都可以睇到我哋嗰邊高鐵喺度行駛冇錯啦。我哋呢個位置咧，距離高鐵站係非常之近，前面1公里多啲1.5公里就係高鐵站。咁我哋呢個位咧，過去嘅時間咧8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高鐵站，再坐翻我哋嘅高鐵翻到西九龍咁然後咧，呢個床咧，可能目前嚟講，我覺得比較細少少呢個床係比較細少少嘅，去到1.2米。咁中意瞓大間啲床嘅話咧，其實就放翻1.5米自己買翻張床1.5米嘅成2米長度嘅床啦，佢就瞓得比較舒服喺我哋呢邊咧，價單都唔會好貴，1000蚊到1000蚊內就可以買到質量非常之好嘅。咁嗱，我哋呢個空調喺呢個位空調喺呢個位。咁之前呢個樓盤咧，佢係做呢個酒店式嘅但係咧佢呢個唔係話中央空調，佢有獨立嘅空調機嘅喺呢個位獨立嘅空調機咁然後咧，我哋呢個位咧，佢嘅電費水費民水民電嘅話咧係去到6毫6毫8一度電。咁水咧係去到4蚊一方水。咁然後咧，唯一嘅缺點就係呢度冇做廚房。如果後期話要自己煮食或者咩呢個位咧，其實可以搭翻個不鏽鋼嘅廚房都非常之 OK 嘅。咁天然氣就已經係到咗戶噶啦天然氣已經係到咗戶噶啦咁死機放呢個位又 OK。咁然後咧我哋呢邊仲有個少少嘅空間呢個位啦，書台呢度放翻張凳有時候喺度睇下書或者放翻個筆記本電腦有時候係嘛追下劇都非常之 OK。咁再講翻我哋套房啦，咁佢就大概去到一個10年嘅樓齡。咁物業費去到1.2個1平方，等於呢套房嘅物業費去到50蚊唔到50蚊個月唔到。咁我哋呢個屋苑咧，佢距離高鐵站係最近嘅8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達我哋嘅惠陽高鐵站。咁去翻我哋嘅沙田地鐵站咧，講緊都係15到18分鐘嘅時間樓下就有巴士站直達，坐翻我哋呢個168B 直達呢個沙田地鐵站18分鐘內。咁屋苑樓下咧就有
中大型嘅超市啦、便利店啦，係嘛？菜市場幾乎落樓即享。咁啊，想去翻大型少少嘅商場咁啊，去翻大潤發啦、新天鴻啊，亦都喺800米度。行路過去嘅話，都係喺10分鐘到嘅啫。如果話坐車嘅話咧，就更加快啦，2-3分鐘就可以到噶啦。啊，咁啊，再講翻我哋呢套屋苑嘅一個費用問題啦。咁啊，然後就大概佢一個稅過戶費嘅話，去到3000蚊多啲。3000蚊到啦。咁然後咧，呢套房佢入證面積係去到43個平方，總價14.8萬，可以上會拎包入住。咁月供去到600蚊一個月，係嘛？幾乎我哋嘅呢個月租都可以抵月供啦。如果話即係唔係話好急住住嘅話咧，就買落嚟租俾人哋啦。咁等於人哋幫你供房。咁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話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及時聯繫我。下期見。